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少女乾坤，我係賢沛師傅。今日我哋嚟傾一傾12生肖2026年新曆6月，即係農曆嘅甲午月嘅月運勢。2026年甲午月嘅時間係由新曆嘅2026年6月5日芒種開始，到2026年7月7日小暑之前結束。呢段時間就係命理上邊嘅甲午月。呢集影片係分享各個生肖嘅整體月運勢，係賢沛老師嘅用心製作嚟㗎。除咗有充實又實用嘅內容，仲有好暖心嘅建議同埋祝福嘅。請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喎。喺進入正題之前，請各位記得訂閱我個頻道，點開小鈴鐺同埋全部通知嘅選項，咁先可以根據運勢嘅走向，及時調整你自己，趨吉避凶嘅。如果睇完之後覺得啲內容對你有幫助，亦都請你可以分享俾你嘅親朋好友嘅，等屋企人同埋好朋友可以提前做好規劃同埋準備，迎接新嘅一個月嘅來臨。要知道分享善嘅知識其實都係一種布施嚟嘅，可以為你種下善嘅種子。接落嚟我哋就正式進入甲午月嘅生肖整體月運勢。屬牛嘅朋友喺呢個甲午月唔該打醒12萬分精神啦，因為一股強勁嘅挑戰能量就會出現咯。睇翻上個月，大家係咪感覺到一種合作順暢、有貴人扶持嘅溫馨氛圍呢？呢個就係自丑拱金嘅能量啦，幫你帶嚟咗團隊嘅助力同埋新嘅機遇，好多計劃咧都可以順水推舟咁起步嘅。但係喺呢個月咧，能量場就會由風平浪靜嘅海灘突然間變成暴風驟雨嘅孤島咯。呢個甲午月帶住丑午相害嘅能量，而且係同流年疊加嘅雙重傷害，直接衝住你嚟噶。即係上一秒仲同盟友並肩作戰，下一秒就發現得返自己，周圍全部都係敵人，信任瓦解，是非橫生。呢股雙重傷害嘅力量咧，就係今個月嘅核心主題啦。但係佢代表嘅係起疑心、嫌仔、口舌是非同埋暗中破壞嘅。上個月嗰啲貴人助力，呢個月冇晒啦，變成咗係要時時提防嘅小人同埋陷阱。接落來我就同大家深入講解下呢股咁具挑戰性嘅能量下邊，屬牛嘅朋友應該點樣穩住陣腳，趨吉避凶。第一，事業同學業就由合作無間到四面楚歌。首先係事業同學業上邊，上個月癸巳月嗰啲團隊和諧、眾人拾柴火焰高嘅狀態咧，今個月就徹底冇晒啦。新嘅關鍵字係背刺同埋孤立。上個月自丑拱金，等你感受到合作嘅甜頭，項目進展順利。但係一到呢個月，丑午雙重傷害嘅能量，講明職場同埋人際關係會急速惡化。你會明顯感覺到原本好和諧嘅同事關係出現咗裂痕嘅，督背脊、惡意競爭嘅事情咧就多咗好多，甚至咧會發生功勞俾人搶啦，嗰啲亂七八糟咁嘅事嘅。對於學生朋友嚟講，就要小心同學之間嘅惡性競爭同埋誤解啦。賢沛老師咧就要提醒你，今個月千祈唔好強出頭或者係推高風險嘅計劃嘅。而家最重要嘅策略係防守同埋自保，所有溝通都唔該留低書面嘅證據，唔好俾人拎住把柄過咗呢個月先算啦。不過咧，各個五行屬牛嘅朋友面對嘅狀況就完全唔同啦。好似身弱嘅土牛，今個月貴人運係強到爆，容易得到咧阿頭同埋啲同事嘅鼎力相助，有驚無險。但係身強嘅土牛咧就啱啱相反啦，好容易因為死牛一邊頸，導致人際嘅摩擦，事業嘅停滯不前。如果你想睇下你係升職嗰一類定係俾人督背脊嗰一類呢，點呢個鏈接就可以睇到你係邊一種啦。第二，財富運勢由合作生財到因人破財。喺財運方面呢，上個月大家可能仲享受緊合作帶嚟嘅紅利，但係今個月丑午雙重傷害嘅出現，直接將你嘅財運模式由合作生財打入因人破財嘅高風險期啦。呢個係一個關於欺騙同埋陷阱嘅月份。破財嘅原因好大概率嚟自你所信任嘅人，傷害強化咗冇口齒嘅意象，你可能會碰到啲包裝精美嘅投資騙局啦，或者係俾熟人用花言巧語引誘你參與嘅高風險嘅項目嘅，最終血本無歸。另外，因為人際糾紛或者口舌是非而引發嘅額外開支都可能突然出現，所以我要強烈建議你今個月嘅理財策略係現金為王，拒絕投機嘅鐵律。對於任何主動上門嘅投資機會，一概唔好理，千祈唔好幫人做擔保或者係借錢俾人哋啊！
守住你嘅荷包。但係呢啲都係因人而異嘅。比如身強嘅木牛，今個月咧就好正路嘅食傷生財格局，才華咧順利變現，財運亨通。但係身弱嘅木牛咧就係真係泄身過度啦，唔單止多勞冇得，更加會因為不切實際嘅慾望，導致嚴重破財嘅風險。你嘅破財陷阱係喺邊度呢？點呢個鏈接睇下你係邊一種啦。第三，感情運勢由和諧默契到信任危機。喺感情運上邊咧，我要話俾屬牛嘅朋友知道，上個月嘅溫馨穩固嘅關係，今個月就會迎嚟最嚴重嘅信任考驗啦。丑午雙重傷害嘅能量對於感情關係嘅殺傷力好大嘅，好容易引發咩啊？唔信任、冷戰同埋第三者介入嘅可能性。單身嘅朋友今個月要瞪大對眼，你遇到嘅好可能係嗰啲睇起身好吸引人，但係別有目的嘅爛桃花。投入感情之前咧，就唔該係拉長個觀察期。對於有伴侶嘅朋友嚟講，呢個將係幾煎熬嘅一個月嚟㗎。你哋之間可能因為小事產生誤會，俾傷害嘅催化無限放大，演變成嚴重嘅信任危機。外界嘅閒言閒語都可能係壓冧駱駝嘅最後一條禾稈草。賢佩老師提議，今個月嘅感情主題咧係學識坦誠同溝通，相互信任，同時遠離嗰啲搬弄是非嘅人。但係對於某啲人嚟講，呢個反而係機會嚟嘅。身強嘅木牛今個月魅力四射，桃花運好旺嘅，好容易展開新嘅戀情。但係身弱嘅水牛咧，感情就會變成巨大嘅壓力來源，因為金錢或者現實嘅問題頻繁嘈交，避之而不及。你嘅桃花係正緣定係爛桃花呢？點呢個鏈接睇下你係邊一類。第四，健康運勢由相對平穩到心力交瘁。最後睇睇健康方面，上個月嘅你或者仲係身心安泰嘅，但係進入咗甲午月，你就必須高度警惕啲心病拖埋身體嘅暗病啦。丑午雙重傷害係午火加倍去燒丑土，形成火土焦燥，呢個係會直接衝擊你嘅消化系統嘅，脾胃會變得比較脆弱喎，好容易出現胃炎、胃酸過多咁嘅問題嘅。其次，火太旺咧，心臟嘅負擔就會加重啦，要注意心慌慌、胸悶、血壓波動嗰啲心血管嘅問題。而最關鍵嘅係傷害帶嚟嘅好大嘅精神壓力。今個月因為事業、財運、人際唔順引發嘅焦慮、抑鬱、失眠、多夢，都係影響你整體健康嘅最大隱患。賢佩老師要特別提醒你，今個月嘅養生策略必須係清心降火、調養脾胃，唔好將外界俾嘅是非內化攻擊自己嘅身體。當然啦，健康運勢都唔係一概而論嘅。身弱嘅土牛因為得到全面嘅助力，身心嘅能量咧有極大嘅補充，係恢復元氣嘅好時機嚟嘅。但係身弱嘅水牛就要面臨財煞攻身嘅兇險格局啦，健康狀況係好令人擔憂嘅，身體好容易因為雙重壓力搞到冧咗。你嘅健康紅燈亮喺邊度呢？點呢個鏈接睇下你係邊一類。以上就係今個月嘅整體運勢分析，但係賢佩老師要提醒你，同樣嘅一個生肖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嘅運勢咧完全唔同嘅，而身強身弱嘅差異更加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。有人今個月財運爆棚，有人反而要打一場能量保衛戰噃。你屬於邊一種呢？可以撳一撳評論區嘅置頂鏈接，填寫你嘅生日，我就會同你計出你嘅專屬五行生肖同埋身強定係身弱啦。而且會話俾你知今個月嘅特別注意事項，知道自己嘅五行同埋身強身弱，先至可以真正好好利用今個月嘅月運勢㗎。希望對你有幫助啦。我係賢佩師傅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